后来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今仔日嘛针对着美国2022年的外交成果做一个总结论，包括团结世界，包括甲俄罗斯的战争行为施加压力，也有伫咧对抗中国的战略，甲盟友达成共识。另外，布林肯嘛讲到美国积极来团结着太平洋的伙伴，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We deepened the alliance's coordination with Australia,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New Zealand, and our other Pacific allies. We're united in our commitment to preserv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来美国的总统拜登是来投诉着美国雅虎新闻，来回顾着2022年的经济成果。拜登讲，12月初，伊来参加着台积电伫亚利桑那州的刷机的典礼，讲台积电的投资案创下着美国史上上大的国外投资的纪录。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第一甲第二期的工程总投资的金额新台币7.2兆，嘛为亚利桑那州带来将近1万个工作机会。拜登讲，这是伊推动晶片法案甲经济立法的一大成果。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